屏幕前的各位哥哥姐姐們，大家好啊！今天咱們不聊那些複雜的養生秘方，也不聊討大孫子孫女的煩心事，咱們來聊點更私密、更貼心，但又特別實在的話題。我知道這個話題可能平時大家伙人都覺得有點不好意思開口，甚至心裡還多少有點誤解。但是老哥哥老姐姐們，它真的關乎咱們晚年生活的幸福指數，關乎咱們的身心健康。前幾天啊，我一個閨蜜跟我吐槽了一件事啊，聽得我是又想笑又感慨。她說她去探望一對特別恩愛的老兩口，也沒提前打招呼，直接就上門了。結果你們猜怎麼着？一進門就看見老爺只正手忙腳亂地整理衣服呢，那氣氛有個尷尬。我這閨蜜臉皮薄啊，腳趾頭都能在地上摳出個三室一廳來了，放下東西撒腿就跑。事後她跟我學這事，還一臉的不可思議說：你說這老太太都70多歲了，咋還？唉，我一聽這話，立馬就打斷她了。我說你這想法好不對，誰說年紀大了就不能有親密生活了？這可是天大的誤區。今天我就想借着這個機會，跟咱們屏幕前的各位老朋友好好抹扯抹扯，特別是咱們70歲以上的老姐姐們，咱們到底還能不能擁有那份親密和甜蜜？答案不僅是肯定的，而且好長啊多着呢。咱們不要彎子傳說大實話。我知道很多老姐姐，甚至是咱們的老哥們，都覺得女人一絕經，這事人就該畫上句號了，覺得那是年輕人的專利。咱們一把年紀了還折騰這個，是不是有點老不正經？哎，千萬別這麼想，這觀念啊，得改改了。咱們得先把這個認知誤區給打破了。首先，咱們得搞清楚一個關鍵知識點：女性絕經不代表性生活能力就消失了，絕經只是說明咱們的卵巢功能慢慢衰退了，雌激素水平降下來了，月經不來了。但這並不代表咱們的身體就不需要親密接觸了，更不代表咱們不能享受那份親密帶來的快樂。只要老兩口身體沒大毛病，彼此心裡還有對方，還有這方面的需求，那闊度的親密生活不僅沒問題，反而是咱們身心健康的一劑良藥。我看過一份國內的老年健康調研數據，裡面說65歲以上的老年夫妻中有40%依然保持着規律的親密生活。到了70歲以上，這個比例雖然降到了25%，但也遠不是大家以為的零啊。而且調研裡還提到，這些保持親密生活的老夫妻，身體更年輕，平時笑得更多，身體也更硬朗了，連感冒發燒都比同齡人少，感情就更不用說了，很少有拌嘴吵架的，家裡總是熱熱鬧鬧的。這說明啥？說明幸福和愛是不分年齡的。那肯定有朋友要問了，這都70多歲了，還過親密生活，到底有啥好處啊？又不是為了生兒育女。哎，好處真不少，我給大家總結了3點，每一點都特別實在。咱們一個個說，咱們老年夫妻最容易面臨的問題，就是空巢期的孤獨感。孩子成家立業了，有的去了外地，有的搬出去住了，家裡就剩下老兩口。白天一個看報紙，一個看電視，晚上吃完飯各自坐在沙發上刷手機，話越來越少，日子過得沒滋沒味的。時間長了，難免會覺得心裡空落落的，覺得老伴跟自己越來越遠了。而適當的親密生活就是一劑沾合劑，能幫老兩口重新找到彼此需要的感覺。我認識一對老夫妻，老爺子73，老太太71，孩子在國外定居。有次老太太跟我說，以前孩子沒走的時候，家裡熱熱鬧鬧的，現在就剩我和老伴，有時候覺得冷清得慌。後來啊，他們慢慢發現，偶爾跟老伴親一下，陪一下之後，兩個人的話都多了，晚上會一起聊聊天，說說年輕時候的事，感覺又回到剛結婚那會人了。其實啊，對咱們老年人來說，親密生活不只是生理需求，更多的是情感連接。比如擁抱的時候，能感受到對方的體溫；親吻的時候，能想起年輕時的甜蜜。因為在那一刻，能真切地感覺到有老伴在，心裡就踏實。
這些動作會讓咱們的身體釋放一種叫後葉催產素的東西，也就是咱們常說的幸福激素，讓人覺得溫暖、安心，心裏甜甜的。而且心情好了，身體也會跟着好。喺學上有研究發現，經常保持愉悅情緒的老年人，血壓更穩定，不容易半夜醒過來。那些容易得焦慮、抑鬱的老年人，大多是心情長期壓抑，沒人溝通，情緒沒地方釋放。你看那些恩愛的老夫妻，時不時看起來比同齡人更精神，眼睛裏有光，說話也有勁。其實跟他們和諧的感情、愉悅的心情有很大關係。可能有人會覺得親密生活就是躺着不動，能有啥鍛鍊效果？其實闊度的親密生活本質上也是一種輕度運動。過程中，咱們的心跳會稍微加快一點，呼吸也會變得深一點，血液循環也會加速。這就像是慢悠地散步半小時的效果。對咱們老年人來說，這種溫和的運動比跑步、跳廣場舞更安全，不用擔心摔倒，也不會給關節帶來負擔。而且它還能幫助改善血管彈性，讓血液流通更順暢，降低血栓、中風的風險。我跟社區醫院的老年科醫生聊過，他說他們做過統計，規律保持親密生活的老年人，心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比完全沒有的人低15%左右。因為血液循環順暢身體的代謝也會更好，不容易有血脂高、血糖高的問題，身體自然就更健康。除了心腦血管，對大腦也有好處。親密過程中，咱們需要集中注意力，還需要跟伴侶溝通配合。比如你覺得這樣舒服嗎？要不要換個姿勢？這些活動能讓咱們的大腦保持活躍，不會一直處於放空狀態，從而減少記憶力衰退的速度。有研究發現，經常有親密生活的老年人，患老年痴呆的風險也會降低。因為大腦一直在工作，一直在接收和處理信息，就像機器經常運轉才不會生鏽一樣。咱們老年人常見的問題還有失眠、關節痠痛、情緒煩躁。比如有的老太太總說晚上睡不着，翻嚟覆去到半夜，早上起來渾身都疼。有的老爺子說一到陰雨天，膝蓋就疼得厲害，心情也跟着不好。而親密生活後，身體會釋放一種叫內啡肽的物質，這可是咱們身體裏的天然止痛藥，它能緩解關節疼痛、肌肉痠痛，還能讓人放鬆下來，幫助入睡。我有個鄰居趙奶奶，72歲，以前總跟我抱怨晚上睡不着，得靠吃安眠藥才能睡幾個小時。後來他跟趙爺爺開始規律的親密生活，慢慢發現每次之後都能很快睡着，一覺輪到天亮，早上起來膝蓋也沒那腰疼了。其實這就是內啡肽的作用，一能止痛又能鎮靜，比吃安眠藥、止痛藥安全多了，還沒有副作用。不過話說回來，咱們老年人的親密生活跟年輕人肯定不一樣，不能照搬年輕人的方式，得講究方法，不然可能會受傷。我給大家講3個關鍵注意事項，當你有老年夫妻的，或者自己將來會面臨這個階段的朋友，都可以記下來，很實用。咱們女性絕經後，因為雌激素水平下降，陰道會變得乾澀，彈性也會變差，就像皮膚缺水會變乾、變脆一樣。如果沒有潤滑液，過程中很容易出現疼痛、撕裂甚至出血，嚴重的還會引發陰道炎、尿道炎，到時候又疼又麻煩，反而影響身體健康。現在市面上的潤滑液種類很多，有水性的、油性的，還有專門為老年人設計的無刺激款。建議大家選水性潤滑液，因為它容易清洗，不會殘留在身體裏，也不會刺激皮膚，用起來更安心。千萬別覺得不好意思買，這就像買牙膏、牙刷一樣，是正常的生活用品。為了彼此的舒服和健康，沒必要害羞。我認識一位70歲的周奶奶，剛開始不好意思買，覺得這麼大年紀還買這個讓人笑話，結果過程中疼得直哭。後來在醫生的建議下買了潤滑液，用了之後才發現，原來可以這麼舒服，之前真是遭罪了。所以一定要記住，潤滑液是老年人親密生活的必備品，千萬別省那點錢，身體舒服才最重要。
年輕人可能會追求時間長、動作激烈，覺得這樣才有面子。但咱們老年人身體機能下降，沒必要跟年輕人比。對咱們來說，親密生活的重點是舒闊和開心，不是完成任務，更不是證明自己還行。比如，時間不用太長，5分鐘、10分鐘就夠了，沒必要硬搶。動作也不用太複雜，選擇溫和、省力的姿勢，比如側臥位，這樣既能減少身體負擔，不用長時間用力，又能方便彼此互動，還能避免壓迫到心臟、關節這些地方。過程中，如果感覺累了、不舒服了，比如頭暈、腰疼，就及時停下來，別硬撐。身體是自己的，萬一受傷了，比如閃到腰、血壓升高，反而得不償失。你爺爺跟我說，以前總覺得沒幾分鐘就是不行，會被老伴笑話。後來跟老伴溝通才知道，他更在意有沒有被關心，兩個人是不是開心，不是時間長短。現在他們慢慢來，累了就停下來聊聊天，反而覺得更舒服，感情也更好了。所以一定要放下面子，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來，舒服最重要，別跟自己較勁。咱們老年人的身體狀況可能不穩定，今天可能覺得精神好，身體舒服，明天可能就有點腰酸背痛，沒力氣。心情也可能時好時灰，有時候想跟老伴親密一下，有時候又沒興趣，就想安安靜靜地呆着。這時候一定要多溝通，跟對方說說自己的想法，也問問對方的感受，別勉強對方。比如爺爺可以跟奶奶說，今天天氣挺好，我心情也不錯，想跟你抱抱，可不好？如果奶奶沒興趣，也可以坦誠地說，今天我有點累，腰也有點疼，咱們明天再好不好？彼此尊重，才不會產生矛盾，也不會讓對方覺得自己不被在乎。我見過一對老夫妻，因為爺爺想親密，奶奶沒興趣，爺爺覺得老伴不愛自己了，就硬勉強，結果奶奶疼得哭了，兩個人吵了一架，冷戰了好幾天，家裏氣氛特別差。後來他們在社區醫生的建議下，學會了溝通。爺爺說，現在他們就像朋友一樣，有話直說，不藏着掖着，反而胡賴腰都矛盾了，日子過得更順心了。其實啊，不管多大年紀，感情裡的尊重和溝通都是最重要的，親密生活也不例外。最後啊，我想跟大家說，追求幸福是不分年齡的。70歲以上的女性依然有享受親密生活的權利。老年夫妻保持闊度的親密，不是丟人的事，反而是健康恩愛的表現。我們不應該用有色眼鏡看待老年人的親密生活，覺得一把年紀了還折騰這個不像話，反而應該祝福他們能在晚年依然保持對彼此的愛意，能從親密中獲得快樂和健康，這是多麼幸福的事啊！就像我開頭說的那對老夫妻，他們用自己的生活告訴我們，年紀大了也可以擁有甜蜜的親密關係，愛情和幸福從來不會因為年齡而消失。現在很多年輕人會給父母買保健品、按摩儀，希望他們身體健康。但其實啊，除了這些，關注父母的感情需求也很重要。比如可以跟媽媽聊聊，有沒有覺得不舒服，跟爸爸說說，多關心關心媽媽，讓他們知道老年人有親密生活是正常的，不用害羞。有時候一句關心的話，就能讓老兩口更安心，更敢於追求自己的幸福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幫大家打破誤區，也希望所有老年朋友都能在尊重彼此的前提下，享受屬於自己的幸福生活。好啦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。如果大家有什麼想說的，或者身邊有這樣的暖心故事，歡迎在評論區跟我聊聊。咱們下次再見，祝大家和家裡的老人都能擁有健康幸福的生活，拜拜。